5層樓高嘅巨型竹棚結構，非常壯觀。Hello，大家，今日咧嚟到元朗嘅錦田，參與呢個第34屆10年一度嘅酬恩建醮。簡單解釋一下呢個傳統嘅慶典。錦田建醮係香港歷史最悠久嘅太平清醮之一，已經大約有340年歷史。太平清醮作為10年一度嘅盛大宗教同埋社區活動，唔單單係祈求風調雨順、合境平安，更加係凝聚鄉民情感、傳承文化價值嘅重要活動。當日非常好彩，啱啱到達就遇到沙浦村嘅舞龍進入會場。仲遇到二龍相遇，互相問候。我身後嘅係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之一花牌燈飾。今次嘅打醮大大小小加埋超過101個花牌，佈滿錦田鄉嘅街頭巷尾。夜晚仲會着燈，非常亮麗。喺一列花牌嘅背後，就係今次酬恩建醮嘅焦點——巨型招棚。由17位師傅耗時近2個月搭建，用咗3萬支竹枝，佔地近4.2萬平方尺，5層樓咁高，非常壯觀。最近仲取得全球最大臨時竹構祭壇嘅健力士世界紀錄認證。抬頭望住壯觀嘅竹棚結構，佢唔使用一粒釘，但係屹立不倒，承載住錦田鄉300幾年嘅歷史重量。太平清醮其中一個係象徵傳承嘅意義，同時間我亦都好希望竹棚呢個傳統嘅藤紮工藝亦都可以傳承落去。會場裏邊，我哋更加有機會欣賞到錦田鄧族瑰寶貴妃貼。相傳南宋時期，公主因為落難而嚟到香港，同時俾鄧氏嘅祖先鄧元良起兵勤王時喺路上收養。當時兵荒馬亂，公主就係懷藏畫貼走難，而數十年後，亦都憑住呢個畫貼認明身份，可見其珍貴之處，所以成為咗錦田鄧氏嘅傳家之寶。招棚裏邊亦都有錦田鄉嘅6股，包括水頭、水尾、永隆、吉慶、泰康同埋英龍6條村設有嘅廠展示攤位。廠嘅原意就係俾村民喺完成儀式之後稍作休息嘅地方，同時介紹每條村嘅歷史、故事同埋特色。當中比較有特色嘅就係水頭鼓掛上舞獅頭，永隆鼓展示出永隆圍嘅舊照，同埋吉慶鼓用上嘅 LED 發光招牌。招棚後面有經壇，係由全真龍門派青松觀主理一啲科儀祭祀儀式。打醮嘅後期亦都會改建為粵劇、大戲、神功戲等表演嘅場地。講咗2樣香港重要嘅傳統技藝，花牌同埋竹棚。仲有一樣紙紮係要同大家介紹嘅，門口嘅呢啲石獅子、馬同埋哼哈二像都係用紙紮製成。更加能夠體驗到紙紮特色嘅，就係招棚裏邊嘅十王殿，裏面展示咗包括玉皇大帝、觀音菩薩、城隍、土地。最突出嘅就係十殿閻王，展示咗民間生活百態同埋各層地獄嘅情況，全部都係傳統紙紮工藝，有啲仲會識喐添，非常有特色。喺室外有2個大型嘅紙紮項目，包括有管理陰間秩序嘅鬼王大士王，同埋一件發財嘅白無常財神。喺行香嘅第3日會有大士王遊村，寓意趕走唔吉祥嘅東西同埋事宜。最後會喺招棚前面將大士王燒掉，寓意化走不利。鏡頭嚟到周王義公書院。太平清醮除咗係道教嘅祈福消災儀式，對於錦田人嚟講，更加有一個獨特嘅意義，就係酬恩。起源係清初嘅遷海令，當地鄉民被迫遷離家園，流離失所。好彩之後有周有德、黃來任2位總督奏請復界，所以錦田居民先可以重返家園，安居樂業。
所以錦田見照除咗係酬神之外，更有重要嘅意義就係酬恩，答謝周王2位先賢，並且超度當年因為遷界而死亡嘅亡魂。連士多嘅外圍都咁有特色。聽聞今屆嘅錦田見照係歷年來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所以出到嚟都人山人海、人頭湧湧。會場最熱鬧之處就係有各條村派出嘅舞龍、舞獅、舞麒麟嘅巡遊。下晝1點參加行香儀式。行香嘅意思就係舞龍舞獅巡遊，走遍成個鄉村嘅寺廟、祠堂、村公等等重要嘅地標參拜。行香儀式開始，先後順序亦都有嚴格嘅規定。首先係由喃嘸師傅嘅帶路，然後就係有10名嘅代表元首。元首們會着住全黑嘅長袍，非常突出。元首並非國家嘅領導，而係村民同埋神明之間溝通嘅橋樑。每條村都會派出男丁村民，由神明選出元首。喺朝會期間，60名嘅元首都需要全程跟進，責任重大，非常辛苦。元首嘅之後就係大會嘅金龍舞獅巡遊。到最後先輪到6股各村按次序出遊，而我今次跟嘅係吉慶圍。行香嘅過程令到我最感動嘅就係嗰股濃郁嘅人情味。10年一會，除咗喺本地留守嘅老人，亦都令到喺遠在外地嘅錦田人專程回家。打醮裏邊老友相見，街坊聚舊，呢份鄉土情懷比任何儀式都嚟得溫暖同埋重要。嚟到天后古廟前空地，2條龍上演2龍珍珠嘅精彩畫面。中間有個蝦碌畫面，舞獅們跟唔上舞龍嘅步伐，要奔跑追趕行程。10年，人生有幾多個10年？當我哋企喺呢個破世界紀錄嘅巨型竹棚底下，抬頭望住燈火通明嘅夜空，令我哋認識到非遺技藝嘅術同埋民族文化嘅魂。最重要嘅係親身感受到香港人如何用傳統守住屬於我哋嘅記憶同埋尊嚴。